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2月27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自今日开始，就是连续3天的228假期，也国道5号南港系统至头城落南的方向，自今日透早就开始塞车。交通部表示，因为过年都结束哦，行长途回乡的人数拍算会较少，错过旅游的民众行动会较济。另外，到228假期结束，伫大众运输内游园袂当食食，请民众爱特别注意。台北车站下晡开始拢是人，旅客通过测温器进站坐车，218连假代替高铁这大众运输依然维持临时禁令，进入全区都要全程挂催安，代替也继续做客票总量管制。过去捌发生民众摕电子票证入站，车厢内底徛甲人客人的状况，这摆连假会加排进的速度。28连假的疏运还是比照春节疏运的模式。那全程佩戴口罩，然后列车上禁止饮食。那站票的限制还是有的哦，也会提醒，我们也会加强安排列车长巡视车厢。国道高速公路部分，高公局估算3天假期会以底停旅游较济。国道5号上滩，连续3天拢会做高承载管制。按算国5伫连假第一天早起6点到车侪状况，高承载管制到中昼12点，假期第2天双向拢会管制。收假日3月7日下晡2点开始，北上开始高承载管制，有过到暗时9点。第一天主要还是会以南向的车流居多，在国一的新竹路段或者是彰化路段，大致上都是从上午8点开始会有拥塞，然后大概到下午1、2点左右才会逐渐得到疏解。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平南行控中心视察疏分，交通部估算这一摆连假去东部旅游车依然有真济，规定抢进塞车，所以环向联系地方单位统整公路后地路况，大数化解行控中心密切配合，维持车流顺利。记者综合报道。也昨下晡方面都通过北部、东北部地区的落雨，气温也开始降。不过，这阵方面带东北风，影响台湾的时间并无长，按算明仔载就会好天。228连假这3天哦，整体来说大概就是第一天天气是会转凉，而且中部以北、东半部比较容易下雨。可是假期的后2天天气就逐渐恢复稳定，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只剩下东半部一点零星的降雨。228连续假期空气品质会改善，也天气也会转烧热。气象局预测3月初2，也就是假期结束了后，才会变天。咱民众会当把握假期每2日的好天气出外行踏。中国伫昨宣布，因为对台湾进口的往来验到真济摆病糖，所以自3月初1开始，禁止进口咱台湾的往来，也咱台湾的往来伫出口这部分有9成是销去中国，这战恐惊大大冲击到农民。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中国的作为违反国际规范，也会用10亿来稳定往来的绩效。2月底3月初，台湾往来开始大出，中国煞向发布禁令，为3月初1开始暂停台湾往来进口。6时20日开始，中国海关真济摆为台湾往来验出3种巨禽，照大陆法规甲标准采取正常生物安全防范措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无法度接受，感觉遗憾。昨天傍晚的来信，那没有依照国际规范，也没有依照双边的动植物防疫检疫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话，我们当然会觉得无法接受，也非常的遗憾。总统蔡文透过面册指出，中国以特色通知单方面暂停台湾往来进口，显示不是正常贸易考虑，表达谴责。外交部的官方推特表示，中国是要限制往来进口来处罚台湾南部农民。对澳洲的自由红酒和全球理念同款的朋友支持台湾。事实上，台湾去年10月已经强化措施，符合对华规定，了后输出往来合格率100%。但这种无法度理解，大陆为什么这时阵宣布，而且若伫边境验出巨禽，只要经过分清处理了后，数日无需要暂停贸易，大陆宣布暂停，违反国际规范。我们输到日本的凤梨呢，如果有发现这个介壳虫，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各简易处理的方式。根据农委会统计，去年台湾往来产量差不多42万吨，9成内销，1成外销，1成外销内底，敢若中国就占9成7。这代志对咱农民冲击袂小，农委会会以10亿强化内外销管道，扩大加工市场利用，稳定今年绩效，伫前2年平均绩效水准之上。放心，阮的目标就是要让今年的往来产地绩效，甲过去2年的平均
超过每公斤21块以上，来做所有的国内的行销以及其他的外销的活动。台湾往来第一摆全面暂停外销中国，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无想要先管到政治面，推出3措施稳定绩效。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制造的武汉肺炎的疫苗，大经业者拢咧拼进度。目前国工生机的脚步有较慢淡薄啊，高端、联亚生机这2间药厂的疫苗，拢已经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医生表示，接受试验的民众注疫苗了后，不良的反应拢真轻，一切若顺时，上紧今年中，民众就注咱国产的疫苗了。做一摆就知影是毋是使产生有够的保护力，毋惊新冠病毒感染。国产的新冠疫苗进入2期人体临床试验，其中高端疫苗受试者已经有人完成第2剂疫苗注射。我觉得在医院工作的话，我更可以看到这个防疫前线的需要，所以我也蛮鼓励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同事一起来接受这样的试验。等到国外疫苗进来，要像我们这种青壮年，可能还要排很久。你来试验，第一，本来就对这有，而且可以提早打，也没有不好啦。高端在去年底首先进入2期的临床的试验，收案已经超过上千人，其中8亿人数670人。这阵受试者注射完了后，不良反应都真轻。以高端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收到的一些不良反应，像说是头痛、倦怠，那打针的地方疼痛其实都是有产生，那少部分呢有产生拉肚子。另外一间国产疫苗联亚生机2期的临床试验也已经开始，预计在全台湾11间的病院收案3850人，预估上近4个月，所有受试者已经做完第2剂。在3月的时候，我们会把第1剂全部打完。那第1剂跟第2剂之间是会隔28天，所以也就是说，我们4月应该正常的话会把第2剂打完。吴国斌表示，2剂疫苗注射完成了后，需要28天产生免疫力，预计上近5、6月就会出现有抗体受试者。那一切顺利，今年年中国产疫苗就会向卫福部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上市，真紧来加入防疫，和民众注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头先来看联合报。昨是元宵，台中大家顶南宫照来跋杯，妈祖确定伫4月初9深更11点过5分起价，开始绕境头尾9天8暝。庙方表示会注意疫情的变化，行着以防疫为重。刷落是《中国时报》去年台北民众拍车无纳费用的案件计共22万多件。市府表示，未来民众叫车费用欠超过1礼拜，就禁止使用公有的停车场。就算驾车趴伫路边，也会打欠款的公告。上尾是《自由时报》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戴琪伫参议院听证会表示，伊支持以扣关税反击中国。戴琪要求中国要照第1阶段贸易协议的约束来行。2月25日，美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朗所支持的什叶派民兵据点发动空袭，目前有关唔知有偌济人伤亡。另外，美国将公布受人杀害的沙烏地记者哈索日之战，种种证据拢指控沙烏地未来的接班人萨曼牵涉在内。这2件代志，敢会影响美国对伊朗佮有沙烏地这2国的关系？就要继续观察。根据美国媒体引用5角大厦的消息，美军出动几啊只 F-15战机，针对叙利亚东北部边界附近的什叶派民兵据点发动小规模的空袭。因为这几啊礼拜以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所有的地区，也就是美国大使馆等等机构的所在，真正去互什叶派民兵用火箭弹攻击，还佫造成民间爆伤，甲美军人员受伤甲死亡。针对这点，美国讲这是报复性的反击。We're confident in the target that we went after. We know what we hit. And we're confident that that target was being used by the same Shia militia that conducted the strikes. 同一个时间，美国国内嘛针对要公布的沙烏地记者哈绍吉洪杀害案件的调查报告，来追问各部门的发言人。We've been very clear that the murder of Jamal Khashoggi it was a horrific crime. That, of course, is going to be at the center of the report that we have been speaking to. 英国金融时报也有专门分析报道，美国过去这几年真积极甲沙烏地等等逊尼派中东国家扩外来，唔但促成几啊个阿拉伯国家甲以色列和解，
嘛，互伊沙烏地帶頭生產石油的國家組織 OPEC 為專門甲美國作對，變做甲美國合作，穩定國際油價。那因為這份報告明白指控沙烏地阿拉伯掌權的王室薩爾曼，都是哈少吉封殺害幕後的主使，來得罪沙烏地，效果恐驚真惡受煞。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觀眾朋友，咱繼續來關心武漢肺炎的疫情。歐洲雖然喺舊年就開始注疫苗哦，不過疫情有關無轉好，法國同款嚴重，無定會喺休假時封城，避免民眾出外會集。也亞洲南韓疾病喺昨開始注疫苗，政府表要喺11月，讓民眾有免疫，通過正常的生活。南韓2日正式開始疫苗注射作業，在全國1985處醫療院所，為醫護人員甲65歲以下登記照護機構的病人才優先對象，免費注射由英國阿斯特捷利康藥廠甲牛津大學共同研發的 AZ 疫苗。頭一批疫苗會使予78萬5,000人注射，政府預計在3月底進前完成注射34萬4,000名登記照護機構病人甲員工，也有5萬5,000名前線醫護人員。希望在這個達到群體免疫，回歸疫情進程正常生活。總統文在寅也親身到首爾一間醫療院所來視察疫苗注射過程。맞기 전에는 두려움과 공포감이 있긴 했었지만 이제 백신을 맞고 나니까 두려움이나 공포감 대신에는 앞으로 더 좋아질 미래가 더 기대가 되고요. 아무래도 백신을 맞았더라도 뭐 마스크나 공공위생 같은 거는 잘 지켜야 된다고 생각이 됩니다. 이제 그 백신의 종류에 따라서 뭐 이제 예방 효과가 틀리다라고 그런 이제 얘기들이 많았기 때문에 걱정은 됐는데 지금 마음 괜찮아요. 在这时阵，香港2日上看也头一摆开放民众注射中国科兴疫苗，优先对象是老大人、伫第一线工作甲医護人員。為了增加民眾信心，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在前幾天率領港府官員帶頭來注射。另外，歐洲各國雖然早在去年年底就首先注射輝瑞 BNT 疫苗，最近卻是連續傳出疫情上升。法國最近每天平均新增加15000到2萬例確診，離世更加創下31000人去劃掉。總理卡斯特克斯宣布，若是疫情無確立，無排除在巴黎甲其他19個區域實施包含周末封城在內限制做法。意大利2日新增加16000例確診，是6禮拜以來上多，並且大部分來自北部的倫巴第大區。而美國紐約地區是佫發現另外一款新的變種病毒，互科學家命名為 B1526的變種病毒株。研究人員表示，這款的病毒上早出現在去年11月下旬，到2月中旬已經佔紐約地區病例數大約12%。公視新聞林浩如編譯。在地上大條看倒轉來咱台灣最近油源安道自昨日開始，新竹、苗栗佮有台中工業的用水省水量自7%增加到11%。台灣自來水公司嚴格稽查，甲台中94間無達到省水目標的用水大戶洪水表，就是要確實減少供水，縮減進水量。洗車店內底無用伫整理拍蠟，外口是用水伫沖洗。師傅摕着噴槍代替水管加大水桶在洗車，因為這陣欠水，能省水就盡量省。還是一定會在想比較不一樣的配套措施啦。對啊，可是畢竟對工作來講，真的是蠻不方便的。大台中地區在1月初6水情建立柑仔式的減量供水了後，工業用戶目標減水量7%，非工業甲其他用水的大戶目標是減10%，無達到節水目標的實施嚴防減少供水。對象是每天用水超過1000度以上，無達到目標大戶就來執行。依照應變中心的決議，其中工業用戶對這個月2號開始，節水由7%調整為11%，其他非工業用戶是維持在10%。到2月為止已經執行到14間。簽封好了之後，然後讓那個用戶不能再去動這個開關，因為他如果再動開關的話，那個必須要破壞這個簽封。如果說沒有達到這個要求的話，簽封就是說它限制它的進水量，要達到我們節水的力度，這樣。雖然加強節省用水，這裡所表示，這陣對流水情繼續來監控，希望保持在5月底進前民生用水無問題。不過對着工業用水的大戶提升節水幅度，水利署的會同相關的單位評估，這陣暫時未影響到國內經濟。依據它目前的接單狀況以及生產的排程，透過錯峰生產等等，來減少水量的一個使用。
你根据最前观测的资料，供应大台中地区的里鱼潭甲德基水库，年捞脱水量敢若剩16.2甲13.4%，尤其是德基水库伫要见底啊，已经是历年来上低的水位，也停止水力发电。而整体水情什么时阵会使缓解，就要看入春了后落雨情况。记者综合报道。讲2月23，台铁海端火车头发生意外，一架维修车弄到3个当地施工的工人，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昨台铁代理局长纪文忠去到林堂，向不幸过往的工人致意，也有去到病院探视受伤的工人，也家属指控台铁是凶手，向纪文忠提出4大疑问和3大诉求，要求台铁公布真相，彻底改善铁记录种种安全措施。希望莫有人搁再来牺牲。台铁代理局长纪文忠一来到地上道颁领班潘志豪灵堂，悲伤的家属规拢围起来，控诉台铁制度失灵。家属提出的包含电力维修车当时开的速度偌紧，司机员在真实的铁记录看到工人深受警示，也佫有3名导班工确实要做20人的工作。为安怎为增加人力，也佫有施工了望员的配置是毋是不足，这4大疑点。家属更加质疑台铁为安怎要取消过去导班工呼唤应答的系统，才发生失败事故。呼唤应答这个设备，以前是有，为什么现在没有？2次会议并没有讨论到所谓的曾经有呼唤应答，把它取消掉。那这个我可能下一次会议现在就是被取消掉。家属也提出3大诉求，包含代替爱随改善导班工的工作环境，应该在暗时列车班次少的时段来派工，而且在人力简化的情况下，应该爱增加自动化设备，也佫有爱彻底来调查事故真相，免毁灭事情。纪文忠表示，最后调查的结果一定会回应家属的诉求。司机有没有依规定去减速？那有没有去鸣笛？这些都会调查，而且要有佐证资料才能够呈现真相。那这些都在进行当中。目前检调在调查，铁路局在调查，还有铁道局在调查。纪文忠表示，包含这摆铁道的施工申报到核准，甲资讯的传递，以及工作人员配置甲工作调配，也拢在这摆调查范围内。预计1个月内会有初步的调查的结果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也明仔载就是2月8，出专会伫昨说明任务解除尾款上顶的进度，也出专会表示会赶紧和国防部、文化部来讨论取消仪队向蒋介石当上致敬的仪式。2月8假期进前，出专会说明这几年来推动转型政治的重要成果，其中中正纪念堂蒋介石爸仔囝的当上。等等的维权上顶，要安怎来处理？最近出专会嘛提出，要取消仪队伫中正纪念堂的大厅向蒋介石当上致敬的仪式。因为他毕竟还是国防部的主管业务，那如同刚才讲的，邱部长新上任，所以这个部分仪队该怎么处理，我们会跟文化部一起来积极的与国防部协调之后，希望可以有进一步的回应。国防部回应相关议题会过来建议，出专会时表示，对取消仪队致敬的部分，过去嘛捌参相关单位来讨论，要来撤走也是改做伫咧后歌来表演，未来会继续协调。另外，出专会嘛讲会先甲文化部来合作，针对纪念堂内底的文宣，说明牌仔、导览等等，推述多元历史的观点，重新来看待维权的上顶。为什么他们要派人守护做头像？亲像导览员爱用无同的角度来导览，文化部表示未来会阁参出专会来讨论详细规划。根据出专会统计，除了自我的蒋介石爸仔囝的当上，国防部退伍会嘛因为历史的因素，要甲当上刷走有较困难。全国计共有1500多座的当上，到达已经刷走超过300座，要挖1/4。另外，针对出专会即摆的任务，就要伫5月来结束。叶凤玲是表示，转型政治的工作，毋是短时间就会当完成的，会继续向中央争取延长运作的时间。记者陈雅文、许凯台北报道。2月8事件起头，天马地帮发生私分案积站，到今已经过74天。
这个历史爱如何记录，才袂互社会放袂记。228国家纪念馆就举办展览，甲全台湾和228事件有牵连的160大遗址捡做伙，小解互民众了解代志的头尾，原来历史就伫咱的身躯边。台北市南京西路的车来来去去，这间天马地房1947年2月27发生私婚案。当时专卖局查到一位负责人伫咧遮卖私婚，查职员唔若用枪讲伊的头壳，现场民众替伊抱不平，结果查职员全黑白开枪，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正做228事件的前身。查婚人员甲没收的洋婚带去咧车顶。74天过去啊，228国家纪念馆特别伫咧馆内办遗址的展览，望咱了解身边的建物，伊的现在和过去。像即届，阮嘛甲规个城中区的过往甲228有关系地点拢写出来，就希望讲大家当去观察家己生活当中有啥物伫啥物所在拄到甲228有关系的地点。透过这个展览，会知影讲这历史的建物之前是啥物故事，甲所发生的代志，会使做一个迄个连接。根据228国家纪念馆统计，全台湾有超过160个228遗址，其中台北有67大上多。228纪念馆副执行长吕兆冠表示，虽然政府对2000年开始捡历史档案，不过也有欠缺的所在。包括咱有真济受难者，伫228事件的时阵，互敌务安尼掠去失踪，到即马唔知伊的过程是安怎。爱追究责任，嘛是政府的部门爱有一个态度，较安怎做。228国家纪念馆过去捌是台湾教育会馆和台湾省参议会，本身就记录台湾特别100年来的历史卡者，嘛是228的遗址。虽然岁月变迁，不过历史伫咧土地留落来的种种，嘛继续透过空间的保存，重新弘记忆。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文化新感界戏剧《天桥顶的魔术师》故事描写800年代台北西门町的中华商场。最近佫推出 VR 展览，要利用 VR 互民众加入去戏剧内底，找出800年代记忆。传统老相款充满怀旧复古，也是作品《天桥上的魔术师》以80年代西门町的中华商场做背景，描写到囡仔面对人生困惑时阵，拄到天桥上的魔术师，魔幻风格带观众重回过去。为中现伫90年代被拆掉的中华商场，剧组开8000万去新的场景，虽然已经伫去年4月拆掉，暗过用 VR 相关技术，民众拢会马上投入剧中。完全还原了，我觉得就是跟我在戏里面看到的一模一样。我要变成一朵云，然后可以在天空上自由自在的飘来飘去。他刚有跟我说就是所有戏剧，这是他的前就是所有戏剧里面的台词。我印象中的光商场其实是外面的那个天桥，然后还有就是整个车水马龙的状况。挂比亚管大参观男主家厝，也个翕相留念，甚至用伫通天陵抽一张金鱼签诗，好亲像家己就是剧中的角色。这样子的技术呢，它是真实的还原这些场景到 VR 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观众他们真正走进这个场景里面去参观，因为毕竟这个场景已经真的被拆除，不管是真实的场景或者是影集的场景都已经没有了。策展团队得到文策院补助，整合互动科技现场实景搭载这相关技术，互台湾戏剧作品用以 VR 互动的方式呈现，也互民众伫个戏剧甲现实之间体验剧情，感受属于老台湾的共同回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观众朋友，今仔日北部、东北部地区会落雨，气温也会开始降。明仔载开始，空气品质的改善，天气也会转烧热好天。不过3月初日就会个变天哦，咱观众朋友就要把握时间出外行打。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东部这边上低17度，上悬24度；
大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2度。咱做伙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